你真是几生修来的福气，有八哥为你送药，还有我这个14阿哥替你上药。真是感谢14爷。不过，14爷的饭菜不也是若曦给你准备的？还要冒死去给14爷报信呢。你可真会讨功劳。好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你也应该去了。地方记住了吗？嗯。来，喝一杯。若曦姑娘，主子，若曦姑娘来了。退下。这。明日还可以当值吗？八爷，这里说话可方便？知道你今晚要来，外面有人守着。14爷来了。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而来？约了见面的地点，在西边的树林。你先回去，我会去见他。千万小心一点。没事的，安心回去。你为我担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跟上八爷去看一下，我回去禀报。是。八哥，是我，14弟。14弟，你可知道抗旨出京很危险的？如果被皇阿玛或者太子发现，绝不会轻饶你。这我都不管。八哥。有件事儿，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宫中发生什么大事？四哥近日连续传皇阿玛旨意，把跟我们有所关系的大臣，不是调配到偏远的地方，就是改派一些闲散的事情，刻意要削弱我们的势力。所以我这次冒险前来，是找八哥你商量对策，要不然等你回到京中，肯定大势已去。不用急。把所有的事详细告诉我。那天四哥召集我们一些人去开会，说皇阿玛调动一些官员职务，名单由四哥暂为拟定后再传给三外。主子，启禀主子，我们的人发现八贝勒爷果然跟一个蒙古人私下会面。仔细观察之下，这个人好像就是14爷。14爷。你确定是14爷吗？是。真好。皇阿玛有命，不准老八跟京城那边联系。可是现在，14阿哥居然抗旨前来，老八又居然跟他秘密会面，这真是太好了。看来本王复仇的机会到了。主子，要不要告发到皇上那儿？用不着，本王自有主张。你们说，如果有贼擅自闯入大营，本王以箭射之，是不是天经地义？哼！我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除掉老八跟14这2个眼中钉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人准备好，本王要杀贼去了。这。不会有事的。八爷
如此精明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